乌克兰东部布格列达尔甲巴赫姆特同款，是目前战甲上激烈的所在。当地无水无电，不过乌军犹原坚持固守。非洲人口上多奈及利亚，顶礼拜开始总统大选，投票状况乱糟糟，有哪投票哪开票的，各帮派也都攻击投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新闻的头壳先带大家先来看，划台湾独立的总统府主席郭宽敏，伫今日早起过身，食到97岁。郭宽敏自少年的时阵就开始推动台湾独立。1960年代，伫咧日本做台独日本本部的委员长，发起228示威活动。1972年，郭宽敏返来台湾，甲蒋经国见面，甲蒋经国讲反攻大陆是无可能的代志。2000年的时阵，郭宽敏就呼吁美国爱承认台湾是独立的国家。伫咧2018年，佮创立台湾制宪基金会，要维护台湾的主权。郭宽敏即阵表示，总统蔡英文是表示，多谢伊用一生维护台湾的主体性。我郭宽敏啊，实是甲咱台湾的同胞一体的啦。台湾哦，将来是台湾人家己统治咱家己台湾。一世人推动台湾独立建国。总统府主席、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长郭宽敏，日早起因为肺腺癌，伫台北荣总病逝，食到97岁，家属拢有伫伊的边仔。台湾制宪基金会表示，郭宽敏已经圆满走完伊的人生。这半年来，伊伫病院疗养的过程当中，表示真关心台湾的未来。会有更多的力量，共同来防卫台湾，守护台湾的民主。这个郭先生。就算是在调养身体的过程当中，他也非常关心这个发展。郭宽敏伫咧1926年出世，捌创立台湾春秋日本本地等等的杂志。伫咧日本做台独联盟委员长的时阵，发起228示威游行。这回时阵成立台湾制宪基金会，推出台湾新宪法运动。郭宽敏穿在白色的西装，这嘛正做伊招牌造型。因过伊捌讲穿裙的无适合做三军统帅。迄当阵引起真大争议。2020年，捌替赖清德参选总统，而且甲总统蔡英文话讲，爱甲总统的位让出来。2022年上尾一届公开出现，是甲林佳龙做伙出席活动。不同时代的理想坚持者又走了一位，接下来我们的责任更重了。伊的精神，永远鼓励所有的台湾人继续来打拼，来完成这个未尽的志业。政坛各界拢发文笑念伊。总统蔡英文是感觉真唔甘，感谢伊拍拼推动台湾本土化。也那民进党表示，郭宽敏一世人推动台湾主权是真拼死。党主席赖清德会去甲念香。赖清德强调讲，会继续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甲发展。日本驻台代表专入台表示非常遗憾，发文感谢郭宽敏为日本甲台湾的关系贡献。也那悼念的场所会伫设置完成了后，开放予各界来追思。郭宽敏是早晚就离开这社会，但是台湾永久存在。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看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罗西亚总统普丁当时话讲，北约的成员国利用送武器予乌克兰伫咧背后参战，所以因罗西亚是一定要甲北约的核武器能力嘛考虑入去。也那是目前上新的战况，乌克兰东部的布格列达尔无水无电，不过乌军依然是坚持固守对抗敌军。甲巴赫姆特同款，拢是目前战甲上激烈的所在。乌克兰军方发布的无人机识别画面显示，俄罗斯战车伫咧去乌东的布格列达尔途中，一台搁一台互地雷，或者是乌军炮火拍到，路边拢是炸出来坑洞，害起战车平伫路边。有的乌军是汽车逃走，有的直接越头驶走。战争已经1年，乌军伫咧乌东加大攻势，导致大量装备阵地，进展却相当有限。顿涅茨克西南部的布格列达尔，甲150公里外的巴赫姆特甲马林卡这城镇，拢是新一波消耗战的一区，加做乌克兰抵抗运动的新象征。布格列达尔市区一片绿苍苍，无水无电。乌军伫咧巡逻，这太太甲查某囝冒险出门，用垃圾桶啊、接排水管内底垃圾水，将民众换入去大地下室也乌麻麻。
Так что ничего хорошего не чувствуешь и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ешь. Никто бросили нас, ни воды, ничего нету. Вот набираю воду, видите? За наших дітей ми б'ємося, за наших українців всіх, за нашу націю, як би сказати. 俄羅斯總統普廷第2日接受國營電視台訪問，伊表示俄方暫停參加新戰略武器在檢條約，不只是因為美國嘅核命令，也包含提供武器給烏克蘭，將做間接參戰嘅北約國家核命令。Ведущие страны НАТО объявили своей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на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аш народ страдал, как они говорят. Ну как же мы в этих условиях можем не учитывать их ядерные потенциалы?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они поставляют на Украину оружие стоимостью в десятки миллиардов долларов. И ведь это и есть участие в известности. 普廷講，西方國家只有一個目標，就是瓦解前蘇聯加主體俄羅斯聯邦。只有迄個時陣，因才可能接受咱國別加入所謂嘅文明民族大家庭。俄方反對這種只符合美國單一國家利益嘅世界，呼籲建立一個多極化嘅世界。公視新聞是會長朋友。舊年開始戰爭的時陣，本地大家攏想講應該無幾工，烏克蘭就去互滅掉。結果烏克蘭百姓共心，加上國際援助甲制裁羅西亞，這烏克蘭是已經當一年啊。制裁羅西亞高單也一直有新的方案，親像今年輪流辦7大工業國主席峰會，日本就暗算無要互羅西亞參加。後面佫宣布講要制裁羅西亞3間銀行，要切斷羅西亞經費調度。另外，甲羅西亞有密切合作的瓦格納兵團，因的資產嘛去互凍起來，伊攏的無人機製造商嘛佇咧制裁名單內。一寡行為就是要阻擋羅西亞調兵買武器。毋望切斷羅西亞武器來源的，佫有美國。美國即陣就宣布制裁5間中國企業，主要是咧做電子零件甲航空的。理由是懷疑即寡中國企業有咧支援羅西亞。毋過制裁中國的企業，美國國內是有真濟人無贊成，因為驚講中國若是起掠講，對甲羅西亞愈行愈遠。即陣專家就認為講，這款制裁是無法度久長，因為各國攏愛付出代價。親像這歐洲貴33的電錢，就是上好的咧。甚至有一個歐盟的外交官講，會當制裁領域攏已經制裁落去啊，已經無所在通好繼續加重。未來恐驚要壓這個羅西亞，恐驚是壓袂掉。毋管咱頭拄則講，這制裁手段是有偌濟，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互戰爭趕緊收煞，互百姓會當恢復正常生活。根據聯合國的統計，自舊年到今已經超過800萬人離開烏克蘭。波蘭的邊境城市到今逐天也是有1600人至1800人對烏克蘭坐火車入境。車站大廳內底不時有難民的行入來。即種每天來回普熱梅希爾甲烏克蘭境內城市的5班列車依然維持運作，一車大約應載300-400人，估計一天有1600人到1800人入境。大約是舊年同期難民上濟時陣，一天17000多人的1/10。После сильных обстрелов 29 декабря и 31 декабря ребенок просто очень плохо спит, плохо кушает, поэтому мы решили все-таки выезж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уже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 не выдерживает этого. 林內幾年驚嚇煩惱日子，阿廖娜一家3個人也是選擇離開，要飛往加拿大，一切對零開始。儘管到即陣，烏克蘭逐天也聽到槍炮聲音，也是空襲警報。依然有放袂落厝內的人，甲故鄉離選擇轉來的人，以普熱梅希爾為例，一天差不多有1200人。Нічого ми ніколи не боялися і боятися не будемо. І на коліна не станемо. І ніколи нікому нічого ми не віддамо, ні кусочка своєї землі. Хай запам'ятають це на довгі роки. Україна понад усе. 難民人數雖然有漸漸較少，邊境城市員繼續扮演接濟甲救急的角色，市府的服務甲之間便利減少，不過依然一禮拜有7天規工來排班，提供餐飲甲諮詢的服務。記者綜合報道。世界上大條，帶大家來關心國際主流媒體新聞重點。頭先先來看日本3件新聞。美國能源部提供予北京甲國會議員一項秘密報告，寫講新冠病毒的源頭真有可能是對中國的實驗室流出去的。韓國朝鮮日報報道，根據調查，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 38個會員國當中，幸福指數排頭名是芬蘭，南韓排32名。等於就是倒頭算第6名。南韓的民眾普遍無法度享受幸福生活，感覺互社會孤立。
英国《Times》报道，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讲，美国也未为着中国拍台湾做好准备，而且目前会当保护台湾周边的当定规段。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公社 Twitter 要个裁员，预计要辞掉200员工，而最近在4个月以来第8届裁员啊。Twitter 即阵是一直咧甲员工洗头路，不过除了科技业，美国其他产业拢面临欠工的危机。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总统拜登进前提出减免学生贷款的政策，要减免金额达到4300亿美金，互联邦法院裁定规范。但拜登的政府是阁提出紧急上诉，最高法院明仔载要辩论。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冲突是已经超过半世纪，让因的百姓是个起冲突。以色列人是放火烧巴勒斯坦人的厝，90间，报复前一天巴勒斯坦人开枪弹死因的族人。上海政府罕见会谈，要安打紧张的局势，避免冲突搁再扩大。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就呼吁民众千万爱冷静。这片的大火有够美，车的警报声也响未煞。中东约旦河西岸的哈瓦拉拜日经济动处陷入火海，放火时住伫当地以色列人，因向巴勒斯坦人的厝劈石头，佮放火烧厝甲车。اللي بصير قاعد عبارة عن حرق قرية كاملة، الطرح اللي بيعملوا فيه والوضع اللي بيعملوا فيه عشرات المحلات عشرات الدور، تكسير حرق بيوت آمنة قاعد الناس في بيوتها。巴勒斯坦官方指出，以色列人除了闹事，佮枪杀一个巴勒斯坦人。不过，以色列军方无证实冲突起因是因为前一天有巴勒斯坦人开枪拍死一对以色列兄弟，互以色列民众展开报复。不过，攻击时间点是以色列军队伫约旦河西岸发动地面攻击，害死11个巴勒斯坦人了后，也就是讲，双方拢是用共款的手段报复。面对冲突情势提悬，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紧迫呼吁民众爱有战战。אני מבקש גם כשאדם חם והרוחות לוהטות, לא לקחת את החוק לידיים. אני מבקש לתת לצה"ל ולכוחות הביטחון לעשות את עבודתם. 到爆发时阵，以巴伫约旦举办罕见会谈来缓解紧张局势。不过会谈进前，极端组织哈马斯就强烈反对，因为巴勒斯坦当局无够强硬。伫发生新一波冲突了后，会谈佫增加变数。根据巴勒斯坦官方的数据，今年到目前为止，以巴冲突有超过6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是表示有10名以色列人甲1名乌克兰游客死亡。公视新闻邱婉玲编译。非洲国家奈及利亚顶礼拜开始总统大选，投票所是规个乱七八糟，有哪投票哪开票的，佮有工作人员迟到投票所无开的，甚至佮有帮派夜倒攻击投票所。因为奈及利亚人口是2亿外，是非洲国家上侪人的国家。这回会当投票的人数竟然是有8700万人，等于就是咱台湾的3倍外要4倍。除了投票所乱糟糟，这回竞争激烈的三卡都的选情嘛是因在乱的原因。过去20年的政权拢是2党在轮替，即阵阁有第三势力冲出来，会用讲是1999年军政府执政了后上改变的一届选举，真有可能就爱到第2轮才会当知影胜输谁赢。投票中心外口聚集侪人面，不过因素无法度入去。奈及利亚拜六举行总统大选。真侪人透早就去投票所要投票，结果过头也无法度投票，原因是因为选务人员也未到位。Yeah, I'm really disappointed because they said it was started by 8, and up to now I think it's to 12. We did not start casting our votes. 若是投票所发生的情形，部分的计票中心机器故障，无法度把计票的资料传起来，有选民留伫现场监督，都惊有人做票。另外有一间投票中心外口，还佫有乌社会来起事，也拄啊，甲工党的人士不受伤。Muslim boys, we don't know how come they enter this territory. They just came and start coming out with dagger and eating everybody that are Labour Party agents. 就算有的所在发生选务的问题，还佫有部分的暴力事件。奈及利亚当局要是讲，即届大选的过程真和平，计票的结果会伫5天内公开。奈及利亚是非洲第1大经济体。嘛是人口上侪的国家，不过已经做2任，到底要落台总统布哈里，伊真正提出的政见，伊并无实际去做。奈及利亚目前景气歹，通货膨胀压力大，加上伊斯兰团体作乱的安全危机愈来愈严重，人民拢希望这届大选会当带来转机。
I'm expecting that there will be a positive change, no matter how it is,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it is now. 这届大选的选情会当讲是纳吉利亚历史上上届竞争的一届，嘛是从1999年结束军事统治以来，头一届出现3个真有实力的候选人：执政党全民进步党推派前拉各斯州州长伊努布，在野党由前副总统人民民主党阿布贝卡阁出来选。这两个拢捌是防指控食钱的政坛老将。迄若代表工党参选的后壁，今年61岁，是上少年的，嘛是上届受到青年选民的支持。分析认为讲，真有可能就要进行第2轮的投票，才会当再输赢。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北韩朝鲜劳动党开会，领导人金正恩罕见是有听农业的检讨报告，讨论粮食的问题。另外，北韩的国营电视台伫咧开会迄天是放送金正恩甲因查某囝金珠爱去参加一场动土典礼的画面。因是讲2025年进前，因北韩要去5万户新厝。 北韩国营电视台 KRT 27报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主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届7中全会消息。这是劳动党全体会议头一摆专门讨论农业粮食的问题，互外界解读是北韩粮食欠缺危机恶化一大指标。 观察家认为，尽管无出现90年代大规模饥荒的情况，不过伫新冠疫情种种的限制做法之下，继续的国际制裁，也有自身的自我管理之下，北韩欠缺粮食的问题，敢若愈来愈严重。根据南韩政府的评估，北韩去年7月的产量是450万吨，比2020年减少3.8%。进前的资料指出，北韩2012年到2021年中间，7月的年产量大约是440万到480万吨中间。 另外一方面，为了防堵新冠病毒的侵入，北韩在2020年初彻底来封锁边界，并且切断甲主要贸易往来对象中国中间的经济活动。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开战了后，推动全球粮食、能源甲肥料价格大起，北韩农业生产是面临困难。KRT 电视台2日报出，金正恩带查某囝金珠爱参加首都平壤一个新建案动工仪式的消息。 报道强调，尽管经济困难是愈来愈严重，不过金正恩2025年要伫平壤起5万户新主体计划无改变，并且讲去年头一批1万户主体已经完工，其中也包含一栋80层楼高的大楼。另外，准备动工的是位伫北大门西部地区的新规建设，有4100户的主体。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2023年世界行动通信大会将于伫咧西班牙起稿。 预估是有8万人参加这场活动。这届主题注目伫咧元宇宙、5G 甲6G 的技术应用。有研发商就开发一套人体 Uber， 利用画面就当带你去世界各地旅游。另外，所谓卡比的技术注目伫咧复制人的议题，未来用可比一个人代替你去照顾老大人、照顾病人的方向发展。用遥控器控制要行的方向。 美术人现此时就徛伫日本的街仔路，日本公司研发的远端随选代理服务，透过影音串流，由工作人员实际去人客想要去的所在，就算消费者无法度去现场，嘛会当享受出国旅游的趣味。这个服务嘛，方比如做是人体 Uber， 会当替人达成几啊种所谓的任务，为无要展览会到小旅行，拢是因的业务范围。Have you ever wanted to travel? Going somewhere when it's like a difficult time like COVID or when you don't have the budget. So Genchi makes it possible for you to travel there. 有日本人工智慧公司展示数位复制技术，工程师利用声音、视觉甲对话数据，做出数位的复制人，会当伫咧出任陪伴人类。就算有关生产复制人的规范目前还阁无明确，未来也是会当期待这种技术用来服务人客。 If your mother is left alone at home, suffering from dementia, we can deliver a clone of herself so that this clone can look out for her. 另外，今年世界行动通信大会，6G 甲元宇宙拢是讨论的话题。中国华为甲小米，还有 Nokia 手机啊制造商 HMD 等等的大厂，拢按算伫今年的大会发布新产品。厂商嘛期待会当刺激投资，深化5G 稳定的发展。公司新闻杨间编译。 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